周一呢日，現貨黃金簡直瘋咗，一口氣暴升87.96美元，升幅足足有1.95%，收報4597.28美元。中途仲一度衝破4600美元大關，創咗歷史新高。與此同時，美元指數跌咗0.3%，係近3個禮拜以來最大跌幅。成個市場資金都湧去黃金度。今次暴升嘅核心原因，全靠特朗普搞出嚟嘅大新聞。佢個政府竟然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。呢種不確定性直接動搖咗市場對美國金融機構嘅信心，投資者個心都慌晒，紛紛售其他資產，轉投黃金呢個避險港。仲有關稅方面都唔安靜，特朗普最新出聲，話任何同伊朗有商業往來嘅國家都要面對美國25%嘅關稅。伊朗局勢本身就緊張，加埋特朗普呢個地緣政治警告，搞得市場人心惶惶。尤其美國關鍵通脹數據出爐前，避險情緒簡直推到頂點，進一步撐爆金價。講返美聯儲，舊年全年減咗75個基點息，市場估佢哋1月27至28日嘅會議會按兵不動，暫時唔會再減，但大家都睇好。今年遲啲好大機會再減2次息，呢個預期一直撐住黃金嘅需求，都係金價走強嘅重要原因。再同大家講，而家市場充斥住各種高度不確定性，呢啲因素都係撐住金價嘅核心動力。短期內想逆轉呢個上升態勢，難度好大，大家要順應市場節奏，唔好亂估頂。以上內容淨係供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如果據此買賣，盈虧都要自己承擔，千祈唔好貪心追高，亦唔好亂割肉，保持理性至緊要。覺得呢篇分析夠實在，就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